卫生总夫，24号之六，条带、焊条、号子、当印。姑娘，毋知是啥缘故，你要甲我挡路咧？敢会使请你小让一下，互我过去敢好？你号做啥物名？厝住伫倒位？讲互清楚，我着互你过去。我叫做当英，徛伫丹阳的所在，爸母拢无伫咧啊。因为阮老爸过身的时阵，无钱通买棺柴，我着卖身互傅万华因兜做苦劳，才有法度带阮老爸。我即马就是要去傅万华因兜做工课。人，我嘛有伤心的代志，你甲我拢是歹命的人啦。毋知姑娘恁兜住倒位，你要倒位去？我叫做小七啦。本地住伫凤来村，千里迢迢来遮找亲情，谁知影亲情已经搬走啊！我即马无所在通好去。安尼讲起来，咱共款拢是歹命人。只要当英兄无去嫌，我愿意甲你安怎结为连理，千万不可。姑娘讲话欠考虑，终身大事毋是咧滚算笑，咱两人都无熟悉，哪会当结婚成连理咧？搁再讲，我袂互伊副驾做苦工，哪会当害你做伙去受苦啊？人，我无求富贵，嘛毋惊食苦，就是介意你人品出众。毋过，伫这荒郊野外的所在，谁会当替咱证婚？啥人会当做咱的夫人咧？天地为咱证婚，花英树做咱的夫人。哈？花英树？好啊，花英树若是会开嘴讲，我着甲你结婚；若是无开口出声，请姑娘放我过去，安怎？好，请兄你来遮叫三声。你是讲真的？绝对毋是讲笑。花英树，你若开口讲话，我着甲即个查某囡仔结婚，请你做夫人。花英树，你若开口讲话，我着甲即个查某囡仔结婚，请你做夫人。花英树，你若开口讲话，我着甲即个查某囡仔结婚，请你做夫人。当然，你甲小七结婚，我来甲恁做夫人。哈？哪会遮怪奇？看来上天也有意思要成全。当然，即个姑娘是啥人？伊是阮某，恁某。你卖身契约的顶面，明明简单写你一人，即马无代无志搁加一个人，我哪会当白白饲伊咧？我也会当做工哦，我会晓织布洗衫，你会晓织布？是啊，好，既然你会晓织布，安尼你着甲我织300匹的绫罗布料，布料织好啊，才互恁双人转去。好，空喙报纸无准算，咱白纸黑字写落来做证据。好，我来写文拍契约。娘囝，你放心，我真紧就有法度织好啊。300匹，一世人嘛无知着织好势。哼，
你免小想要转去啦。当龙，你看，这，你真正真好啊！是啊，咱即马就去通知互父王爷知影。这哪有可能？父王爷，这有够300匹吼，有够，这毋拿300匹啊！当龙，咱总算会当转去啊！3年的长工，就做也袂半冬，哪会当转去咧？父王爷，事当时你亲嘴讲，一号300匹人路布料，阮就会当转去啊！你阁有写文拍契约，父王爷应该袂接近着放袂记吼？袂记，无啦，我会记，会记。好啦，你明仔载就会当转去啊！咱真无简单就会当转去啊！应该爱欢喜才对，哪会忧头甲面咧？当龙，其实我是天顶的仙女，是上天予你的好心感动，特别派我落凡间来帮助你。即马你强人的笑已经行了啊，我嘛爱转去天庭啊！啊？这要哪有可能？娘囝甲我讲，这毋是真的，毋是真的。当龙，咱的缘分是上苍安排的。虽然我对你有情，毋过天命袂当违背，你毋通艰苦毋甘。我走了后，你着爱好好过日子。